什么惊天大案呐？周子高，洪大人问你呢，还不快讲！洪大人，这李渔以戏班为掩护，收留窝藏了一批反清复明逆党的遗孤。洪大人，这么大的案子，您不会不关心吧？李渔，果真有这等事？洪大人，这是诬陷。周书立与他人合谋，企图要吞并我鲤鱼戏班，所以才捏造出来什么反清复明遗孤之事。此事子虚乌有。我要反告他诬陷之罪。哼，奸猾官吏，血口喷人，实属可恶。道长，你究竟是何等人物啊？公堂之上也容得你插话？李渔，要真有这等事，你的性命可就保不住了。周书立，你可有证据啊？这鲤鱼戏班新班弟子共有6人，前一阵子突然无影无踪了。你们猜，他把他们藏到哪里去了？猜什么？快说！他把他们藏到红春楼的阁楼里。红春楼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红春楼是苏州的一家妓院。周书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马师傅，周书立所言句句是实啊。这6名新班弟子就是当年秦淮名妓李香君所托。这李班主不仅知情不报，反而窝藏逆党后人，那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。马知府绝无此事。这王永康一直企图吞并我鲤鱼戏班，要改名为平西王的家班名号，威逼利诱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得逞。如今又捏造出这种耸人听闻的事件，还把李香君牵了进来，实在是可笑可笑啊！哼，这李班主到底有没有窝藏逆党后人？派人去红春楼搜一搜，不就全明白了吗？搜红春楼，电梯衙役捕快，立刻包围红春楼。全凭洪大人调遣。洪大人，这事关系重大，我看我还是得去一趟。二都统也要去，留2个人跟着洪大人，其他的跟我走。是。大家请不要走，在这坐下。马知府，把府衙大门关紧。把府衙关了。是。这里的人你来对付，我要到后花园与故人品茶叙旧。好，下官这就去安排，驾！你们给我听好了，给我进去搜，搜不到砍你们的头。是。妈妈，哎呦，妈妈不好了，妈妈，事儿了，出事了！妈妈，哎呦，妈妈不好了，来了大队官兵要抓我们呢！红楼大祸临头啊！是啊，慌张什么？都给我镇静点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，去吧，快点去啊！哦，走，快点走。我敢肯定，这帮逆党的后人肯定藏在里面。大家都听清楚了，我们现在进去只是搜那6个小孩，与其他的人无关。这位官爷，我们红春楼是犯了哪条了？你们带了那么多人围了我们红春楼，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啊？林五娘，你少在这儿给我打马虎眼儿！你给我听好喽，赶快把那6个小孩给我交出来，要不然你也是杀头之罪。周树立，我怎么听不懂你说话呀？什么6个小孩？你与我们红春楼是有仇呢，还是有怨呢？你带了这么多人来捣乱，你大胆！我们现在是例行公事，绝不是什么捣乱。这位官爷，我们红春楼还得开门做生意，那你们到底想怎样呢？苏州府衙门接到举报，说有6个逆党后人藏在你们这儿，我们现在就是进去要搜一搜。跟我来。李三，不，李班主。
你和吴贤弟也算是我的旧人了。想不到今日在这样的场合相见，确实有几分突兀。故而在此喝杯茶，叙叙旧，放松放松。啊，洪大人，自从船上一遇，我就已经知道洪大人的意思了。大人对我有很多误会难以消除，今日又正好落在大人手中，不知道是福兮还是祸兮。洪某入清以来，心无二念，只图江山稳定，百姓安康。此行奉旨到江南清除匪患，不问皮毛琐事，只追求关乎国之根本大事。这根本大事，就是江南局势稳定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李班主，你想想，那些个遗孤长大之后，必定心怀仇恨，心存报复。一旦酿成干戈，江南岂能安宁？哼，洪大人是怕他们长大成人，对你不利吧？等他们长大成人之后，我洪某恐怕早已作古了，害怕他对我有什么不利啊。但是江山社稷事大，不容本官徇私枉法。不是他们的人头落地，就是我的人头落地。方才李班主问我，今日遇见洪某是福兮还是祸兮？本官可以告诉你，如果查出来那6个孩子真是逆党遗孤，那就是祸，天大的祸。没人，一定还在红春楼里，给我仔细的搜。是。那个周书立恶意栽赃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请洪大人不要相信那些奸恶的小人。如果确有此事呢？那请洪大人放过那些小孩，毕竟孩子是无罪的。这些孩子，本官倒可以设法让他们免遭一劫。可对李班主，官府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洪大人这些话，在下倒是心存感激。在下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如果能以我一人之命换来新班弟子6条命，那我在所不惜。这么说，确有其事喽？在下不敢承担如此罪名。说实话，我也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，否则死在我洪承畴刀下的，岂不是在夏完淳、黄道周之后，又多了一个你，李班主？让让，不许进去！我非要进去！让开，让开！你谁呀？我冰大哥，他是我们红春楼的人。对。龙姑娘，我知道你是格格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五娘有急事相求。五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快说啊！你可知道鲤鱼戏班的新弟子？一帮小孩子很可爱，怎么了？有人要害他们，鲤鱼只好把他们先藏在红春楼里。没想到被周书礼知道了，就去要挟李班主。都是帮天真的孩子，为什么要为难他们呀？那个周书礼真是太可恨了，谁敢害他们？你把他们带到我那儿去住好了。你也知道，这些孩子原来住在阁楼上，不想走漏了风声。周书立就带了这么多人来抓他们，万一他们真的被抓走了，小小年纪一个个被砍了头不说，连李班主的命都保不住了。为什么呀？
凭什么要抓那些孩子，要抓李班主呢？哎呀，我一时半会儿跟你也讲不清楚。李班主冒了天大的风险，把他们藏在这儿，可是没想到有人通风报信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是奇人，他们拿你没办法。你脱光衣服，坐在床上，他们就不敢进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让我脱衣服？不行不行，不可以的。格格，此事就全靠你了。那你让我以后怎么办呢？你们汉人很在乎这个的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你格格能救得了他们了。看在李班主曾经救过你的份上，你就救救这些孩子，救救李班主吧。洪大人这番话实在是太抬举在下，在下只不过是一个3流的文人，哪能跟黄道周、夏完淳比呢？是不能比啊。不过，即使本官放了你，你也不会万事大吉呀。吴献帝那里还有一段故事未了，要与李班主说说吧。我们之间的事情，我们自会了断，洪大人就不要管了。好，那是你们之间的事。李班主，如果你能过了这关，你们之间的事就自己了断吧。如果搜不到人，我们就赶快离开。还有一个房间没有搜呢。这个房间搜不得。为什么呀？一个好人家的千金小姐刚洗完澡，还没穿好衣服呢。哼，笑话！青楼妓院哪来好人家的姑娘？我偏要看。不行，搜不得。你走开！哎，他可是你们奇人呢。什么？你说里面那个人是奇人？他是来听我唱戏的，顺便洗了个澡，现在啊还没穿好衣服呢。周书丽，好无耻！嘿，你个老鸨婆，这孩子一定藏在里边。他弄了个妓女脱光了打掩护，想骗谁呀？你血口喷人，你凭什么诬陷我？你说，他们是不是把孩子藏在里边了？好啊，原来真的是你啊！你个吃里扒外的死丫头，你得了多少好处啊？你想把我们都害死啊你！周书丽，你救我！你不用怕，有我在，看哪个敢动你一根指头。你只要告诉我那些孩子藏在哪个房间里，我立马让你从良。不在阁楼，就一定在这间屋子。把门打开。一定要开门吗？开门。龙姑娘，开门。我在换衣服呢，有什么事吗？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？他到底是谁？管他是谁，撞进去再说。格格，你怎么是你啊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我给我滚出去！哎，滚出去！哎，这，她是什么格格？只不过是曹齐府上的一个臭丫鬟。不许你胡说！她真是格格？格格，您赶快穿好衣服，我送您回去吧。叫那个周书丽先滚！让我滚？我可是奉了洪大人之命来搜查的，可马虎不得，这房间一定要搜的。要搜也轮不到你搜。好，尔大人继续搜，我在旁边等着。想搜就搜吧。格格，让您受惊了。二都头，把门给我关上。这，格格，您为什么会来这里呀？那个周书丽还在外面偷听我们说话呢。格格，
您来妓院干什么？你问我，我还要问你呢。你带了大队人马冲到红春楼来干什么？下官今日是奉命前来查找几个小孩。查几个小孩？什么小孩啊？是鲤鱼戏班的几个小弟子。有人举报说他们是逆党的后人，就藏在红春楼里。哼，是不是周书立想通过这个事情诬告李班主啊？我告诉你，李班主是我最大的恩人，而那个周书立就是个无赖和混账。你怎么连他的话都相信？我再告诉你，周书立是我最大的仇人。等我有一天回到京城，我非告到皇上那儿去，把他杀了不可。哥哥，下官也是在奉命行事啊。奉命？奉谁的命啊？是洪大人。我才不管什么洪大人。总之就是不能搜，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小孩。哥哥，把事情查清楚，这对李班主也有好处。我也是想还李班主一个清白。还李班主一个清白，说的倒是好听。那你今天带那么多人来，冲到红春楼来干什么呀？还有那个什么平西王的女婿王永康，早就想吞并鲤鱼戏班，把它改名为平西王家班，就想趁着给太后祝寿的机会，然后趁机拍皇上的马屁。什么窝藏逆党后人，都是他一手搞出来的阴谋，最后无非就是要吞并鲤鱼戏班罢了。哥哥，既然没有，那就让在下搜一下吧，尔贵也好回去交差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想搜吗？一定要搜。真的要搜？尔贵公务在身，一定要搜。有我在，我看你拿什么搜。哥哥恕罪，洪大人必定在过问此事，尔贵也不好不给他一个交代。洪承畴，又是他，这个老混蛋，最臭的老混蛋！哥哥息怒，洪大人也是奉了皇上的旨意，才巡查江南，捉拿逆党的。什么皇上的旨意？那些小孩根本就不是什么逆党后人，你怎么狠心抓他们呢？哥哥，这么说，那些小孩果然是藏在这里。再又怎么样？反正我不会让你把他们带走的。哥哥，就算尔贵不为难你，可洪大人也是公务在身呐。什么公务在身？他假模假样的，我一看他就烦。他敢欺负鲤鱼，就是在欺负我。哪有人敢欺负格格呀？这次来搜那些孩子是什么事？就是在欺负我，连耳都头你都和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。哥哥，尔贵哪敢欺负你啊？你就不要哭了。就是在欺负我。尔贵，我平时待你不错，你也不想着帮助我点儿。格格的苦心，尔贵明白。可他们背着逆党后人的身份，你把他们留在这里，并不安全呢。那些孩子不是什么逆党后人。周子高既然知道他们在这里，他还是一定会来找麻烦的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那你就让我找个机会送他们出去吧。真的？你没有骗我？我们走吧。我要进去看看。你一天到晚想着害人，现在害到我头上来了。我今天就杀了你，提着你的头去见洪承畴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！你别扔下我，让我一起走啊！周书立，大家都下去吧。这，谢谢你。这个坏的东西，就像没有气质外的东西，害死我们了！你
什么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不要娘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秀儿，救救我吧！我娘有哪点对不起你？你吃里扒外，几乎给红春楼带来灭顶之灾，我恐怕饶你不得。哥哥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母娘，你就饶他一次吧。像你这样的人，留在红春楼里也是祸害。既然格格替你求饶，那就便宜了你。你赶紧给我滚出红春楼去！母娘，我求求你不要赶我走，不要赶我走，千万不要赶我出去！你不用求我，去求你的周书丽吧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是。哎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母娘，我求求你了！活该呀！大人，我们还是走吧。那个格格不好惹，待会儿给他看见，他又得用刀砍你了。住口！这些孩子一定还躲在里面的。哎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抓人！大人，格格还在，不会轻举妄动。我看还是先禀告洪大人吧。你们去跟着他们，我去禀告洪大人。是，走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马车在这里，你们必定在曹府。禀告洪大人。好，茶喝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这旧情也叙的差不多了吧？啊？洪大人这么说，在下可以走了？不用急，本官去处理一些事情。你无贤弟继续叙旧嘛？好啊，贫道也正想与李班主了结一下我们的旧账。好。周子高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诬陷曹大人！怎么回事啊？洪大人，我看见那些新班弟子坐着一辆马车躲进了曹府啊！洪大人，下官奉命搜查红春楼，但并无所获。如今周子高又说新班弟子躲进了曹府，分明是一派胡言，想诬陷曹大人。你，洪大人，这些都是下官与部下亲眼所见呐。洪大人。今天此事是有些蹊跷啊。至于这周书丽说的是真是假嘛，还望洪大人明断。难道你们俩连耳朵筒都信不过吗？洪大人呐，你要相信在下呀，您就多派人手再查一查就清楚了。那些新班弟子一定躲在曹府。洪大人，这事儿嘛，我倒是信得过周书丽，还是查一查。若是有什么差错，在下愿意向曹大人赔罪。曹大人到！洪大人啊，听说你要查抄曹府。曹大人来得好快呀！这捉拿逆党、维护治安是地方上负责，谁有这么大胆子敢查抄曹府啊？哎。对你来说还有不敢做的事情啊！洪大人忘了，你在京城不是已经到曹府查抄过一次了吗？曹大人还误会呢，当时那是什么查抄啊？不过是本官要登门拜访，想找一本书而已。拜访？今天这事儿啊，就像打仗一样。衙役们把曹府的大门都给堵住了。周子高，周书丽，
你也太放肆了！谁给你那么大的狗胆？你居然敢到曹府去闹事！曹大人，怕是误会了吧？想这周子高乃是一个小小的书吏，他也没这么大胆子，敢去您那儿。他也不过是勤勉于公事，尽心尽责罢了。今日乃是奉洪大人之命，上红春楼追查逆党后人，可怎么又到了曹府？怕不会没什么原因吧？哎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又是何人？曹大人，曹大人，他乃平西王吴三桂的女婿，王永康啊，见过曹大人。哼，原来是平西王的女婿啊！啊，怪不得吧。今天曹府被围一事，看来是大有来头啊！误会了，曹大人，今天之事，怪不得王永康，怪就怪在这个周书吏目无王法，行为不端，才惹恼了曹大人。尔都统说的有理，不过说周书吏目无王法，倒是严重了。马知府，去把人撤回来。洪大人，依在下之见，撤回衙役倒也无妨，是不是派些捕快进府里去看一看，省得旁人说三道四，落下口实啊？曹大人，你看呐？哼，我已吩咐府中护卫，谁胆敢闯进曹府一步，杀无赦。曹大人息怒，下官马上随曹大人回府，驱赶那些胆大妄为的衙役捕快。你马上把他们全部都给我叫回来！谁要是敢不回来，把他们3个月俸禄。且慢，洪大人，本官并不是蛮横无理之人。你说你要捉拿逆党后人，你可有真凭实据？如果有，本官绝不妨碍你秉公办案。洪大人，看来是既无实据呀。好了，说起来这事儿也是地方上的事情，这事儿啊，就交给你苏州知府来定夺吧。各位大人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下官就斗胆断了此案。所谓新班弟子系逆党后人，缺乏证据，不予追究。至于李渔窝藏李香君乱党后人，那也是缺乏证据，因为李香君他不在苏州城。至于李香君逆党一事，也不成立，不予追究。洪大人，您看我这样断案，公正吗？啊？哼！洪大人，李班主，你好气派呀！啊，那么多人帮你，连曹大人也替你说话。你知不知道？刚才那场争执，全都是因为你。哎呀，洪大人不敢，我李渔人微言轻，别无他能，只能以戏班为生。本想一心一意唱戏，于己于人，也算谋个正当营生。哎，没想到这唱戏的营生也实在不安稳呢。先是永康先生和周书吏轮番来说服我改籍，让我把李渔加班名号改为平西王吴三桂加班。哎，大人你想啊，李渔加班名号是我多年辛辛苦苦才创下来的，来之不易啊！我岂能就这样拱手让给他人？因此我就谢绝了永康先生的好意。这之后便有人紧追不放，说李渔戏班窝藏了什么逆党后人，以至于闹出今天的纠纷，实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还望大人明察。李渔啊，李渔，你不愧是写戏文的，啊，说起话来滴水不漏，果然厉害。马知府已经断案，一概不予追究了。
哈哈哈哈！恭喜李班主了。洪大人，李渔勾结逆党，罪不可赦，绝不能轻易放过呀！是啊，洪大人，这曹喜和尔贵明明是在包庇李渔啊！证据呢？拿不出证据来，即使抓住新班弟子，又能如何？我是奉皇命来江南剿匪的，不是来苏州杀人的。没想到啊，洪大人也要让李渔3分啊！哼，激将法啊！你居然把兵法用到我的头上来了！别忘了，老夫是带过兵、打过仗的。洪大人，我的刀是指挥千军万马的，不是随便借给别人杀人的。王某明白了，都知道洪大人是赏戏的行家，这苏州的好戏刚刚开场，洪大人事务繁忙，过场戏嘛，就不劳烦洪大人来看了。只是若这戏唱到节骨眼上，还望洪大人捧捧场，指点指点哦。看在平西王的面子上，有2句话我要提醒你。请讲，王某洗耳恭听。这个唱戏呀，讲究的是个分寸，讲究的是个火候，否则你就是有再好的嗓子，要是唱过了，也会把嗓子给唱破了。好的戏文就得有好的角儿，不然就唱不出味儿来。一台好戏就得派好的角儿上场，才能镇住台面，否则那不明摆着砸自己的场子吗？洪大人所言极是，说得好，说得妙啊！周书令，你退下吧。你是个做戏的人，这个做戏难就难在虚虚实实，虚实结合。好戏可不在实啊，而在虚。你看那戏台上啊，几个龙套往那儿一站，那就是千军万马；再跑个圆场，那就是走了10万8千里。什么道理啊？那就是避实就虚。如果处处太实，那可是做戏的大忌呀。洪大人说得透彻呀！不愧是行家。若大人有这个雅兴，不妨改日到王某的戏班，就说说这做戏之道。我也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，你能悟出来就对了。这曹玺乃是朝廷大员，又是皇亲国戚，这避实嘛，就应该避开他。这就虚嘛，我以为指的就是李香君。我早就觉得这李渔对李香君是非同一般，不如把李香君抓来，狠狠的刑讯一番。我就不信这李渔他不服软儿。哼，怪不得你的戏班比不过李渔的戏班，连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弄不明白。你说你，哼，浅显的。格格，李班主来了。师傅，李班主，师傅，多谢格格救助新班弟子。
只要李班主以后啊不再骗我就可以了。哥哥对戏班有救命之恩，我怎么敢骗你呢？你骗我说你是李三呢？你要是这样，我以后真的不理你了。哎，来，孩子们，来跪下，谢谢哥哥救命大恩。哎呀，跪什么呀？快起来啊！哎，还有啊，曹大人相救，多谢曹大人相救。哎，起来，快点起来吧！啊，起来，哎，起来啊！快起来啊！曹大人，这些孩子都无父无母，实在可怜，所以李渔就把他们留在戏班，让他们学戏，今后也好有个生计。这些孩子年幼无知，真的是无辜啊！我呀，都知道了，格格早就跟我说过了。哎呀，这格格是个有情人，李班主，哦不，李笠翁，情真意切呀。孩子们，经过了一场风波，大家逃过了一劫。以后你们再也不用躲躲藏藏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哥哥的大恩大德，我们不能忘了。所以今后你们一定要好好学戏，唱好了戏，练好了功，将来进京唱戏，才能回报曹大人还有格格的大恩大德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啦，李班主，别开这种玩笑了。什么时候肯收我为徒，教我唱戏呀？哎呀，你也太着急了吧！你总得让人家李班主喘口气，休息休息。你不许反对我跟他学唱戏。这个唱玩可以，但是不能到戏班去学戏。是。过几个月太后生日，我还要唱给太后听呢。告诉你，曹大人，你拦不了我的。哎，哥哥，戏班杂乱，不是你待的地方。我看这样吧，过几天我让乔姬啊、王姬过来教你几出戏。我不要让他们教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人可以教你，如果他肯教你的话，肯定比乔姬、王姬唱的还要好。是谁呢？啊，是不是你自己？不是我怎么能教你呢？怎么教不了我？你在葫芦山上不就教过我吗？难道你想抵赖吗？哎，哥哥还记不记得葫芦岛上面有一个叫李香君的人，就是他。过几天他回来，我就让他来教哥哥。我不要，我还是想让李班主亲自教我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就别再纠缠李班主了。那个李香君教你不是一样吗？是，当然不一样啊。如果李班主不肯教我唱戏，我就永远都不学唱戏了。好了，哎，你就别太难为李班主了，就让李香君过来教他吧。啊，可千万不能让他到戏班去学。不会啊！李香君来了，就让他到我们曹府来教他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就是要到戏班去学唱戏。你要是到戏班去学戏，再惹出点什么事儿来，这让我怎么向纯亲王三贝勒去交代？学唱戏是我的自由，任何人都管不了我的。哎呀，怎么不关他们的事儿？还有，要是太后知道了，她也会不高兴的。哎，好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等过几天，李香君到了，就让他到曹府来教格格唱戏。好了，来，都坐好了啊！哎，好，来开动！哎，师傅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师傅不喝酒了。李班主，我敬你一杯。敬我？好。来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这是偏心。偏心啊！偏心？他敬你的酒你就喝了，我们敬你酒，你却一滴都不喝。人家是客人，咱们是自家人，不一样啊！啊，闹了半天，你们拿我当客人呐？不。来吃饭。来吃菜。来。叔叔，李渔让我们过去喝杯酒，这又不要紧，咱们就过去吧。不行，李渔是做了一件大好事，啊，收留了烈士的遗孤，我们应该心存感激。可是《金瓶梅》的事并没有了啊，要知道，这可是先帝的遗愿呢。
不要以为李渔为大明做了一件好事，就置先帝的遗愿而不顾。要知道，先帝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，我可不能。哎呀，叔叔，你就让李渔认个错，忘了他算了。不行。师傅哪有不高兴的？你们围在师傅身边，师傅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啊？师傅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跟我们俩说嘛？没事没事，师傅啊，只是想出去散散步。师傅，那我们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师傅，我们陪你去吧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这是怎么了？这你还看不出来啊？看出什么了？哎呀，你真笨！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你说什么话？你告诉我。哎呀，你不觉得今天少了一个人吗？少了个人？少了谁啊？湘君姐姐啊。侯方域到底还是做官了，听说给他放了一任知府，那他答不答应？能不答应吗？他病一好就要上任了。